在叫你呢。没有。好看吗？大车我两车，两个人。没事，只要拖拉机能走，我就能走。拖拉机一天就。这个路比我走起来那个路好多了，还能看得着路。我走的那个路要有点走了，这样已经开得快得很了。我那个路是开都开不了的。妈妈在吗？不是，我在家最上面的。还要最上面。对着他们开。我的车能走，我不能走吗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要吓我好。啊？你不要吓唬我嘞！这什么是绿的，秦克？刚是个绿的。嗯？刚是个绿的。这地方可以，还干净。你们村里的脏东西太多了。是不是？下面。啊？还有下面。这个能走吗？能走。我操！这里面。还要开进去？嗯。哦，开不进去。拖拉机能进。你下去看。好。开玩笑，你觉得看得进去？嗯。Aceleron. đi đâ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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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o toàn đôi gì đâu 废话，早就有了电视里面。这几天全部拍过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只不过这是在放牧的地方，现在没拍过。我们现在拍一下嘛。
别把车放在里面。快点，别贴个。现在这个地。来，救你！快点，两百一十颗。别掉。别松开，别掉。呀，鼻子。啊，对对。没有。下着。再点出来。更难的就。啊！嘘，早一点。哎呀！紧张嘛。好在把用劲吧。啊！快！啊，躺这里。
这个不认识，日人不知道。这个长湾江镇油好了吗？油就是。这个，这现在这。下班没这些干脆。我这边全部。我们现在炒饭，大锅炒饭更好吃。要的呢？嘿嘿嘿。真是的，眼睛看了没办法了，拍。眼睛可以露啊。你拍哪里？好，2个人一起进去嘛。后面背景要有啊。看到没有？你好。走出来，你好。你来了吗？在干什么嘛？小个子。修房子嘛。你不冷吗？不冷了。啊？不冷了。好，全部脱了。可以。厉害哦。累了吧？冷。累了。天天就这样子，不累了。是不是？哎呀，厉害哦。你再问，爸爸再问。刮头。我赶紧姐姐。这个姐，这到了就。喝口水吗？哎。他能自己也根据干一些。
跟大爷，让你来接。让几路端这。有就比如来的拉着，这要是那么别，可你空了起来了。啊，空了。可了才上这，空下来了，落下来了。那可是你就是你空下来，连都没人就，这真的连才上这，真的。 OK，一天，干嘛的？这不是干嘛的？疼，那个。你看这，还咱们这里有点杂了，你个，有几公斤，多少斤？一公斤。多少斤公斤？啊的，一公斤哪来的热么什么的？啊对。哪来的热？多少拿钱的个？你头，有几公斤？多少分的就一公斤？你的就。 你看的哪点就？你这个痛得厉害的时候吃一片。我早不认真就是。就。就。今天一天嘛。早上、晚上。早上、晚上。啊，有几公斤头了。谢谢。你好。你好，婆婆了。 你们认识吗？她是我的妈妈。啊？怎么会？对。是吗？反正你跟他说，就吃的时候不要随便吃太多。你忙不忙？早上2个，晚上2个。有几？如果好了的话，那就不要再吃了。这个多吃不好。3么懂了。哦，这个是头疼的时候、厉害的时候吃，吃2片就行了。这个呢是缓释胶囊，现在吃1片。第一天是早晨1个，晚上1个，然后后面的1天1个，一共是你看嘛，5天嘛，对吧？5天的药嘛，这个现在吃，但是不要一起吃，就今天吃1个，明天吃1个就行，不要一起吃药啊。同济拿啥没？没给啥东西，没给啥东西。一起吃的话不行哦。可以了，现在没了，别的没事，你肯定时间会好的。 没事，谢谢啊，没事，就可以了，没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那面呢？不要，先不要，跟你说好了，拿着就行。妈妈正忙吗？要钱的话，我村里面全部要钱了，这不行。你来的，你别进来过的，哪完了？从来我们没要过钱，你就这样行了。你不来吗？不要给了，不用给了。不用，跟你说不用。我们不缺这个钱，从来没拿过钱，从来没拿过钱，你叫我拿钱就麻烦了。联通哦，不要拿。如果拿了你的钱，就等于不好了啊。这钱哪里比别人？感冒了要。